台中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的派出所的员警，利用下班时间翕相处境跳街舞做影片，介绍派出所的勤务，搁来宣传地方的美食。这个影片传起伫网络，引发着热烈的回响，在地店家嘛学了赞。 小姐，你的红茶，谢谢。台中第二市场的美食相当多，有着各式各样的种类。辖区内就有一名警察用跳街舞 breaking 的方式来介绍这些美食。早，你好，请坐。用手甲身体突嘞跳出长势舞步，伫街路跳 breaking 经典舞蹈。不过舞者穿的不是一般的衫裤，是警察制服。 原来是台中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的派出所员警高明生，因为逐工上班执勤，会行入去大街小巷来巡逻，若看到可疑人士，都爱搬走。这个工作日常，因为伊喜跳舞，阁会晓摄影和夹片，所以下班了后到辖区内底用跳街舞的方式，将巡逻执勤业务，阁有看到的特色美食，去做影片传到网络顶。breaking 从国中学到现在都有在跳，所以我想说这次做一个突破性的影片的创作。例如说在路上跳的时候，会有民众在旁边有一种很讶异的表情看我，算是对警察方面还不错的形象提升。高明生讲，咧翕的时虽然是小解家己辖区内底物件，毋过家己一个人翕编写卡本上困难，好加在阁有同事会当互相斗相共。影片中大秀舞技，随着镜头的转换，让民众可以一窥我们远景执勤的日常，以及我们辖区各个知名的景点。派出所的同仁提供意见，互高明生参考，影片嘛真受欢迎。觉得很好奇，很新奇啊！没有，因为之前没有看过这样子的、他自己在这边工作，然后又想说把这边带动得更活络，所以是真的是很用心。店家看到影片了后，嘛感觉真趣味，感受到环境的用心。警察和过去无同款，只摆用跳 breaking 街舞的方式，除了呈现警察做工课以外，嘛呈现出台中地方美好的所在。我是李一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